无论是针对两岸的情势，或者是近期中东地区的情势的发展，我想政府都已启动了相关的国安机制，并召开国安高层首长会议来研商。那么总统也在今天上午亲自主持国安会议，听取了整体的情势的简报。那总统也针对区域安全的动态、国内金融的稳定、能源供应以及侨民的安全以及台海情势等，做出相关的指示。那么有关于中东地区情势涉及地缘政治，攸关各方区域利益，对于台海及相关地区的情势的动态，本会本于职责，也将密切关注并掌握配合，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谢谢。至于您提的第二个题目，我想在去年11月发生的王立强这个案件，那据了解，澳洲政府已展开调查，我们的台湾的司法检调机关也就本案进行了解，并询问相关的人员，同时透过台澳双方的司法互助合作积极侦办中。对于你刚刚提到，近日媒体报道有关国人疑似与相关当事人联系，要求翻供的情势，那么法务部也对外说明，本会尊重司法检调机关后续的侦办作为。本会再次呼吁，民主法治是台湾社会真实的核心价值，各界应该尊重公正的选举机制，任何人企图以不当或不法的方式介入影响选举，都不会为台湾人民所接受。谢谢。好的，接下来你要我去发表声明说向心不是间谍投资可以，但是你要给我一笔钱。王立强竟然说没有办法，民进党给我一大笔钱，我非咬一个人出来不可啊！而且有一个邱毅人派人跟他谈所以要他怎么讲所以他才会去诬陷向心的。他听说孙先生要救向心，就跟他讲说，台湾有一个很会救人的人叫蔡正元，所以呢，就说拜托我帮他想办法。我说你们自己都熟这个办法很简单你就叫王立强去发表一个声明说，向心不是他的间谍投资，不就解决了吗？他弄错人了，那其他的不用管这样就好啦。然后因此孙先生就跟王立强开始展开很多的谈判，很多的商量。那里面商量过程我所知不多，我只知道大约知道说，王立强说你要我去发表声明说向心不是间谍投资可以，但是你要给我一笔钱。然后王立强又跟孙天群就骂他说，你干嘛你要搞你政治庇护就算了，你为什么要把向心扯进来？王立强竟然说没有办法，民进党给我一大笔钱我非咬一个人出来不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说，我的这个要求能不能先可以？因为当然孙总有跟我讲过了啦，有跟我讲过了因为我也是通过他在处理这个事情。就他刚才跟我1个小时前我们通完电话，我跟他讲说，没有那个立强兄没有这样讲就孙总都很生气，就跟我吵架说你有这样跟他讲那我再来说服他好不好？我再来说服他。然后如果因为我觉得要尽快，如果要处理这个事情的话，对，如果能处理的话，对，就直接联系，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OK， 好的，也没有什么。对了，好 ，OK， 好的好。而且有一个邱毅人派人跟他谈所以要他怎么讲所以他才会去诬陷
向心的，他不是故意的，他不得不找向心来当垫脚，啊，他讲的是这一段事情。我说没有听说啊，啊，我说我问过调查局啊，问过国安局也好，就没有你听说的这一段啊，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王立祥讲的不一定可靠哦，啊，向心说坚持说哟，这个没关系，那个孙总讲说哟，王立祥亲口跟我讲的，大概这个争执在这里了。